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主題係最能屈能伸星座 Top 3。第一名天蠍座，第二名摩羯座，第三名雙子座。第一名天蠍座，能屈能伸指數95分。天蠍座從來唔會輕易發火，即使係處於劣勢，佢哋都可以靜觀其變，逐步回防。佢哋會將情緒埋藏喺心底，等到時機成熟先至出手反制。短暫嘅退縮係為咗之後贏得更徹底。第二名摩羯座，能屈能伸指數92分。務實又冷靜嘅摩羯，好清楚知道喺低潮時選擇硬碰，只會搞到兩敗俱傷。佢哋識得調整姿態，重整旗鼓，靜候機會嘅出現。對佢哋嚟講，能屈能伸，正正就係長遠之道。第三名雙子座，能屈能伸指數88分。靈活多變嘅雙子，善於喺困難裏面揾出替代方案。佢哋唔會拘泥於眼前嘅框架，總會識得喺變局之中調整步伐，再迅速轉向。佢哋唔係冇原則，只係更識喺合適嘅時候調整立場。唔知你又係唔係能屈能伸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